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陰天鑑。今日係3月5號，舊曆嘅正月16。我哋今日想嚟講下張又俠。張又俠自從1月嗰件事發生咗之後呢，就各種傳聞嚇。有人話佢已經死咗，有人話佢俾人嚴刑拷打，亦都有人話佢安全，俾人轉移咗去深圳，軟禁喺一個別墅入邊。咁呢各種傳聞咧都冇辦法證實，我就好好奇，就打咗一卦，得到坤卦冇動搖。坤卦冇動搖，響呢件事係咩意思呢？嚟睇下坤元亨。呢一卦如果冇動搖呢，卦辭係冇空象㗎，所以應該係未死。然後佢話嚟品馬之精，品馬即係冇馬啦。咁古人養馬呢，梗係想響自己嗰度生育，唔想冇馬俾啲公嘅野馬俾引走咗嚇，咁就損失慘重。咁所以如果係話呢一卦嘅卦象所講嘅人貞潔呢，以張又俠佢嘅職位呢，貞潔肯定係針對國家㗎啦。亦即係話呢，傳聞入邊有講話佢係叛敵，係提供咗嗰啲機密嘅核資料俾咗美國啊之類嘅東西啦。咁嗰啲傳聞咧應該都係假㗎啦，佢應該係對國家係忠誠㗎嚇。然後呢個話君子有攸往，先迷後得主。張又俠呢，佢應該係有志向㗎，有抱負嘅，有想做嘅事情。但係呢，唔容易嚇，先迷後得主，佢係有一個好大嘅轉折嘅做呢件事情。咁一開始係會有一個迷惘嘅階段，咁之後過咗一個階段之後呢，先會有主心骨，知道點樣做。然後呢，卦就話利西南得朋，東北喪朋。佢喺呢個過程之中呢，會有兩個現象。第一係西南方向呢，會得到朋友，得到幫助；東北方向呢，會喪失朋友，喪失幫助。而卦嘅意思就係話呢兩件事未必一先一後啊，可能係同時發生，亦都可能某一個先，某一個後。但係呢兩個方向嘅嘢都係有助於佢最後完成佢嗰個事情啊！得到一啲朋友係有利嘅，失去另外有啲朋友亦都係有利嘅。咁最後就話安貞吉，即係總結一句就係未死嚇，而且係成件事咧到最後可能係一個好嘅成就。咁呢個準唔準呢？我哋就要分析下啦。第一，呢個卦入邊咧有一個具體現象啦，可以話，因為有啲嘢咧係冇辦法講咩先迷後得主啊，呢個都係心理上邊嘅嘢嚇。但係佢呢一兩句西南得朋，東北喪朋，呢兩句咧係現實之中嘅現象啊。如果係準嘅話，咁我哋就嚟睇呢兩句啦。響易經嘅64卦入邊咧，講利西南不利東北嘅卦咧，除咗呢個坤卦之外，仲有兩個。第一個咧就係呢個檢卦，檢卦都係講利西南不利東北。有檢卦呢一卦，佢本身嘅象係咩咧？我哋睇下呢度啊，山上有水，檢。所以檢卦佢其實係一個水象嘅卦，佢嘅利西南不利東北係嗰個水象嘅卦引發嘅具體現象。
除咗呢一卦之外咧，仲有一卦解卦，解卦亦都話利西南所以解卦我哋再嚟睇下佢嘅象係咩雷與坐，即係話解卦其實都係講緊水，都係水象卦，不過佢個水係天上嘅水，但係呢個水嗰個水，無論佢係邊度嘅水，都係利西南不利東北。咁佢反過嚟，我哋就去睇翻坤卦啦。坤卦咧，依家係寫成坤字啦，好似主要第一個解釋就係所象嘅係大地啦。但係其實呢個係後期嘅一種講法比較古舊嘅更加早啲嘅講法咧，漢代嘅帛書入邊咧，佢呢個坤卦原本係川，寫成川字川卦。古代講呢個川係咩意思咧？我哋就嚟睇下啦。川説文入邊咧係講呢個川貫穿嘅川，然後佢真正想描述嘅係咩咧？流水即係話川卦佢本身所具象化嘅嘢咧，係地上面嘅水流響地面上邊嘅低洼嘅地方咧，一路流過，形成咗嗰種彎彎曲曲嘅現象。而且因為水有嗰種支流所以佢用三個彎曲嘅線嚟表達。反過嚟講，亦即係話咧，古代嘅坤卦咧，其實佢係一個水象嘅卦嚟嘅。佢同另外兩卦嘅意思係一樣嘅，都係因為水象，所以咧佢就利西南不利東北。咁呢個可以引發一樣嘢咧，就係話同呢一個坤卦相應嗰個人，佢一定係有一啲具體嘅性質、人性啦。可以話就係佢身段係好柔軟嘅，好聰明，好知道點樣利用當下嘅時勢嚟成就事情。我哋唔識張有俠大部分人，但係有啲人識張有俠嘅，咁就可以通過呢件事嚟判斷呢一卦係咪準。如果張有俠係嗰個身段好柔軟，佢好聰明好知道利用時勢，即係話呢一卦同佢嘅人相應，咁好咧，可能呢一卦就係準嘅，即係佢依家未死，而且最後可能係一個更加好嘅結局。除咗呢一點之外咧，另外一點都可以攞嚟判斷，就係之前講嘅句象係西南得朋，東北喪朋，即係話響嗰件事發生之後，係咪有咁樣嘅現象？就係西南方佢好多朋友咧係企出嚟幫佢挺佢，而東北方咧佢可能原本嘅一啲朋友咧係依家係遠離佢，係唔幫佢，反對佢。呢個都你可以講係一個巧合嚟嘅。就係張有俠咧，佢其實早期成功，佢其實就係向西南方向，所以佢肯定向西南方向係有一批佢嘅戰友啦、朋友啦、部下啦、上級啦。咁第二個巧合就係東北喪朋嗰度咧，佢其實張有俠佢響做軍長之後，一路再向上升上去做大昆區啦，做軍委啦嘅呢一個後期嘅晉升嘅一個過程咧，基本上都係向東北方，響北京軍區啦、瀋陽軍區啦，咁最後到軍委啦，其實都係響北京嘅，即係話基本上後期佢個晉升咧
佢又會結識一批東北方向嘅朋友啦、部下啦等等。咁即係話，除咗知道佢比較人性嗰方面嘅人，大家可以有啱嗰一點嚟判斷呢一卦準唔準呢？另外一個就係大概知道依家嘅發生嘅比較內部嘅事情嘅人呢，都可以經由呢一個方向嚟判斷，就係佢發生嗰件事之後，起出嚟挺佢嘅人係咪主要係西南方佢以前結識嘅嗰啲部下啦、上級啦、戰友啦。咁依家遠離佢、背叛佢嘅人呢，係咪基本上係東北方嗰啲佢之後嗰啲部下啦、嗰啲同事啦之類嘅？呢個就係我哋冇辦法判斷。不過呢一卦呢，就令某一啲人稍為知道啲內部消息嘅人，可以攞嚟判斷到底佢依家係發生緊乜嘢，同埋以後個情況係好定唔好。咁今日暫時就講到呢度。聽日呢，我就想求下習近平嘅卦，因為呢兩個人呢，依家顯然係有好深刻嘅關聯。你可以話一個好，一個就唔好；一個唔好，一個就好。所以我都想求一個係習近平嘅，互相比較嚟更加多嘅了解事情嘅真相同埋未來嘅發展啦。今日就講到呢度。